好多人約地產 agent 過嚟睇樓，除咗會注意屋身、地點、價錢之外，仲有一點係非常之重要，就係方向。睇方向當然要用指南針啦，但如果可以嘅話，我建議大家用羅庚，效果會更加好。咁樣當然唔係㗎，你攞住個羅庚行嚟行去、走嚟走去啦，就算唔嚇親啲屋主啊，都嚇親嗰啲 agent 啦。唔知嘅話，佢哋仲要係邊個出名嘅風水大師過嚟睇樓添？好簡單，我哋只需要用我哋嘅 smartphone download 風水羅盤嘅 apps 就可以啦。有咗風水羅盤 apps 之後，除咗可以攞嚟睇間屋嘅坐向之外，更重要嘅係我哋要確認呢間屋嘅坐向是否有種大空亡線，即是係方向同方向之間。我哋所在嘅地球空間一個圈係360度，咁我哋將360度分成8個卦位，即是乾、坤、震、巽、離、坎、艮、兌。簡單啲嚟講咧，呢8個卦位就係我哋所講嘅8大方向啦，即是係東南西北、東南、東北、西南同西北。咁每個方向都有45度。如果講你間屋嘅坐向咁啱係對住卦與卦之間，或者係我哋所講嘅方向與方向之間，咁嘅情況咧就係我哋所講嘅對住空亡線。Oh no！ 喺玄學風水角度去睇嘅話咧，由於佢係卦與卦之間，所以我哋係無法確認依間屋嘅坐向究竟係咩方向嘅。咁我哋打個比喻啦，如果今日有間屋嘅度數大概係202度左右，咁你會發覺羅盤裏邊嗰支針佢喺離卦與坤卦之間。咁請問佢嘅坐向究竟係向南啊，或者係向西呢？就算你今日請一位師傅過嚟幫你睇、幫你度都好啦，基本上佢都係搖晒頭啊，因為佢根本無法 confirm 嗰個 direction， 同埋都唔知要點樣幫你擺陣同埋佈局好啊。而且一般上對空亡線嘅屋企嘅磁場都會稍微冇咁穩定，所以師傅都會認為對空亡線嘅屋企住落去之後會傷財損丁、諸事不順，而且會影響屋企人嘅健康同家運。所以可以嘅話，佢都會勸你盡早搬出會比較好啲。如果你有風水問題，或者你想買屋、買鋪頭，甚至乎買廠，都歡迎你聯絡我 Jackie。記得關注再走哦。